学校很热咯，若到台南去佚佗，有沙雕、盐雕甲公雕，总共3雕，会当互你算甲真够开。来台南马山沟彩绘村，互你起送甲这个沙雕作品翕相拍卡，连阿嬷看了拢真欢喜。 心情加足好，有啊，你看有切切。阿妈刚好看。以马沙沟这边为出发点哦，就是以后台湾哪里都可以做沙雕了，不一定就是限定在沙滩上。今年台南暑假有沙雕，看完第一个沙雕了后，煞来带你来到七股盐山。萨洛斯啊，他的下巴，萨洛斯的下巴。这座就是5.5公尺高的盐雕，赶紧摕卡要起来翕。 最后就是光雕电影节奏加上盐类灯光，台湾盐博物馆推出外星人的光雕表演。看到我后面的这一个外星的大怪物，把我们这个七股的这个小火车把它吞噬掉哈，非常的精彩哈。暑假到啊，沙雕、盐雕，也有光雕来台南佚佗，也有加遮尔多选择，赶紧做好功课，每一个拍卡的一点，拢免会错过。